西游记》里面呢，释法营救唐太宗的崔判官，崔判官是不是崔转啊？转动的转啊？啊，玉哦，不是转哦，玉哦，羊哦，西洋，崔虎军的名字。哦，原来是唐朝诗人呢。他说是唐太宗的崔判官，他死后也是判官哦。诶，哦，他是地府的判官啊，救唐太宗啊。唐太宗不是说游地府吗？他怎么是营救唐太宗的？哦，《西游记》里面设法营救唐太宗的，叫做崔判官。啊，崔判官，你看，唐朝诗人与李商隐交谊甚厚，那个写一旁念作玉，有边读边呢，写一旁，然后又是有边读边念作玉音，因为两个王的哦，崔阳啊，什么西洋呢？到底写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西洋呢？啊，绝呢？我念作绝呢。再看一次啊、哦，其余绝，有没有看到这么多个字都是绝的音啊？最右边那个按下去，绝，那个字念作绝啊。崔判官的崔绝，崔判官的崔绝，原来那个字念作绝。